渡人就是这样，刚刚要演德丽莎修女。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的创建者。海伦·凯勒的盲者和伟大教育家。很常问一句话：空袭了吗？好，然后呢，男主角就回应说：风还吹着。是的，空袭了。然后博士告诉他说：所以你要当努力的过生活。准备便当。他对飞机有很大要的北部来参加的呢。截取精华的角度去看，还是会有很大的收获。正连任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当第一，但是我们应该要去看待每一个不一样的人。好，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去做志愿服务。来听听这首歌，本来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后学想起了。现在国二，小二，他很爱跳这一首，然后他其实有期待，今天同学2点多
一本，这个是台南大学的一个罗庆德老师，在志愿服务还没有创始的时候，他在台南大学开始开志愿服务的课程，然后他写一个同事，他刚好参与这整个的计划，跟实务，那待会这个下课的时候结束有兴趣的同事的伙伴可以来看一看，好书，好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孩子，他到完了期他已经决定要他自己变好，然后就是他自己这样子。那后来我们也把这样的心力投注在让几个跟他来在之前来互动的那个学弟妹，让他们能够从这一个生命事件，让他们能够更走出不一样的那个已经往生的学长不一样的未来。那希望大家在志愿服务的这一条路上，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跟你过去不一样的自己。好，那个或许在这边非常衷心的祝福大家。好，谢谢。哦，谢谢，感恩，好，大家辛苦了。读经志工。谢谢，哇，各位老师优秀。民国102年，读经志工基础训练联系，读经师资联系。哇，江老师做操持，老公取经也来帮忙，优秀。